咦，番茄你喺度 search 緊啲咩啊？卡，我最近遇到啲唔係好熟悉嘅法律問題啊，而家要揾緊律師。律師好貴喎，揾個師爺會唔會快速啲啊？第一咧就係師爺咧，其實係一個統稱嚟嘅啫。喺好多唔同嘅律師樓，有好多唔同嘅稱呼或者一啲嘅職位，例如係法律文員啦、法律助理啦，或者法律行政人員。呢啲嘅職位咧，同師爺呢個統稱可能係有所重疊嘅，所以唔可以一概而論。第二咧就係師爺咧喺律師樓，可能佢有一個好重要嘅職位，因為咧佢好可能係市民同埋執業嘅律師之間一個重要嘅橋梁嚟嘅。咁不過師爺咧佢並非執業持牌嘅事務律師，咁所以咧如果係有案件需要處理的話咧，好可能需要師爺去轉介翻相關嘅案件俾持牌嘅律師去處理。